藏喺藥店角落頭3個實用藥，記住呢就可以慳翻唔少冤枉錢嘅。咁藥店啲人呢，一般可能都唔會講下你知，因為呢佢便宜得嚟呢又好實用。咁我哋作為醫生自己呢，都多少喺屋企備翻啲嘅。咁第一隻呢，就係三黃片。如果你熱氣啊上火，出現一啲目赤腫痛啊、口鼻生瘡啊、咽喉腫痛啊，或者尿黃便秘呢，就不妨試下用佢嚟呢清熱解毒、瀉火通便。咁第二個呢，就係調經補血丸啦。如果你平時呢中意發猛疹啊、發脾氣啊，或者咧喐下咧就心慌心悸，平時咧仲可能伴隨有一啲月經不調啊，或者腰酸腹痛嘅女性咧，如果辨證係血虛氣滯嘅咧，就不妨咧參考用下呢隻調經補血丸嚟調理理氣養血調通經。咁第三咧就係黑莓座啦。如果咧女性朋友咧有反覆發作嘅一啲霉菌性陰道炎啊，白帶咧會豆腐渣咁啊，外陰咧瘙癢難忍啊，如果確診係霉菌性陰道炎嘅，就可以試下用到佢。大家記低未呢？